咁啊，首先問下大家，唔知有冇去過杜拜呢個地方咧？都未去過嘅，係啦。佢其實咧就係一個又有沙漠又有水嘅一個地方嚟，好特別嘅，係啦。咁或者我先講下佢嗰個地理位置喺邊先啦，因為大家既然未去過，就話俾大家聽個地理位置先。咁如果香港飛，通常我諗即係8個鐘到，咁杜拜就喺呢個位置嘅。咁側邊有咩國家咧？最大塊呢個就係沙地阿拉伯沙特。杜拜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佢喺呢一個區域裏邊咧，基本上得佢一個嘅啫。UAE 咧就係佢嘅國家叫做那聯酋，咁杜拜係佢嘅其中一個聯合嘅酋長國之一，係啦，即係佢哋係一個你當係一個聯邦制咁咯，係啦，一班酋長組成。杜拜其中一個出名嘅酋長國，係咁頭先講到啦，杜拜嘅機遇，首先第一就係佢嘅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啦。佢4小時可以覆蓋到差唔多全球2/3人口嘅，係啦。咁因為頭先講到即係非洲啊、中東嗰度人口不停增長緊啦，咁印度亦都係人口大國啦，咁所以佢能夠覆蓋到人口範圍十分之大嘅。咁杜拜亦都係 GCC 成員國之一 ，GCC 係一個海灣聯盟啊。咁金融方面又點咧？金融方面就杜拜有一個叫 DIFC 嘅地方嘅，咁就做一啲叫伊斯蘭證券服務啦。呢度我都無謂多講啦，呢個因為即係涉及到啲金融嘢，咁我諗我哋創業嘅人可能未必需要太關心住。咁佢有啲咩紅利咧？而家政策上可能大家比較聽得多就係稅啦，稅務天堂嚟嘅。以前咧佢係零稅嘅，即係你開間公司連利得稅都係零嘅，係啦。但係咧佢最近就再出咗啲更新，而家就唔係啦，係啦，就慢慢。咁而家個稅率咧就係少，佢都仲係零，但係少於37.5千嘅迪拉姆，即係佢哋當地貨幣叫 AED 嘅，就大概你乘以2就係港紙啦，嚇，咁就係即係你當即係70幾萬港紙，少於呢個利潤就係 0%，零嘅。至於個人咧，仍然都係0%嘅，即係如果過去打工係唔需要交稅，仲係呢個。咁但係咧佢係有增值稅嘅。咁市場潛力方面，頭先講到啦，佢覆蓋人口相當之大啦，有接近30億嘅人口啦。咁亦都係主打緊一啲新興嘅能源啦，呢啲產業啦。就正式要落地嘅時候咧，究竟有啲咩嘅公司類型可以揀咧？幾大類嘅，一個就叫 Free Zone Company，就 FZCO Free Zone Company， 自由貿易區嘅一啲公司。咁我哋即係主要註冊都係以呢個類別為主啊。佢嘅好處咧就係開100% 外資啊，係啦。就唔同有啲地方咧，如果即係譬如我攞東南亞做例子咧，佢一定要你有個當地嘅股東一齊參股嘅。但係杜拜就唔需要，你可以100%控股都得。咁註冊資本要求亦都唔高啦，最低可以1個迪拉姆。但係如果你話想申請嗰啲簽證嗰啲咧，就有個要求嘅，佢一般有金額先至會容易申請嘅，或者開戶口啊，其實都唔建議1個迪拉姆啦嚇咁樣嘅。咁大陸有乜好處咧？就係如果你想參與一啲政府嘅項目，你就要喺大陸嗰度註冊公司，同埋你如果想即係賣嘢俾大陸嗰邊嗰啲居民咧，就一定要註冊大陸公司先得嘅。咁大陸公司佢嘅要求都會唔同啦。咁第三種咧就係一啲專門做金融嗰啲啊，呢個我都唔多講，因為係即係啲好大嗰啲銀行啊，咁嗰啲有興趣佢先會用呢個形式去做咯。即係我會講主要係一個叫做自由貿易區公司啦，咁嗰啲我哋會容易做嘅係啦，亦都會建議如果係外國人嘅話，係用嗰啲公司會便利一啲嘅係啦。咁頭先講過，即係佢可以100% 外資控股啦。咁到講下嗰個流程啦。咁我哋通常咧就先即係查下個名用唔用得先啦。咁例如會唔會對佢嘅宗教有啲敏感啦個名？咁呢啲我哋都會查下先嘅係啦。咁然之後就要準備好啲文件啦。例如有啲咩咧，就係譬如香港企業嘅話，就要準備好。即係假設如果你用香港公司嚟做嗰個股東，咁就會手續咧多啲嘅，就要將嗰啲公司註冊文件咧，包括嗰個商業登記證啊，咁做一啲公證嘅。咁但係如果個人嘅話咧，就會即係相對簡單少少啦。咁但係都係需要做一啲嘅即係公證文件，咁先至拎去註冊嘅係啦。咁我哋註冊嘅時候可以同大家線上提交呢個申請嘅。咁就嗰個章程我哋都會幫忙準備好啦。咁嗰個註冊費可以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問我報價啦。咁註冊完之後咧就會有個電子嘅營業執照啦，就可以隨時攞嚟下載啦。下載咗可以去進一步開銀行戶口啊，做其他手續等等啦，係。
咁佢迪拜嘅時候咧就佢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嗰個經營範圍咧要登記得清楚嘅做生意嘅，因為有啲佢會規管嘅，有好多行業佢規管，咁你需要攞一啲另外嘅牌照嘅，係啦。咁銀行方面咧，就我哋有合作嘅一啲銀行咧，就係網上全網上都有嘅，係啦。但係咧就佢哋有個最基本要求就係你起碼有個電話號碼啦，當地嘅係啦，如果唔係就都基本上難搞啲。而你要有個電話號碼咧，就基本上都必須要去當地一轉嘅，係因為佢要實名認證啊咁嗰啲嘢嘅嚇，啲手續嘅。咁頭先講到即係開公司咧，另一個功能咧就係可以攞埋一個簽證嘅，係啦。一般我哋可以辦到2年嘅，一辦就即係你俾個股東，我哋跟住註冊好公司，咁個股東咧可以申請一個股東簽證嘅，一般可以2年嘅，要到時做個體檢啦。咁通過晒之後咧就可以喺嗰度居住2年。咁2年咁續嘅，可以一路續落去。咁即係每年公司就要準時去，而家要報稅啦，以前唔使啦。咁就要即係做一啲叫做好似香港咁做啲週年申報啊，即係維護翻間公司啊，即係申報翻公司股東係邊個啊，董事係邊個啊咁呢啲啦。如果遲申報咧，又會罰錢嘅，就罰得唔輕嚇。嗰邊嗰啲一嚟咧，成日都可能係1000迪拉姆起跳啊，成日都即係幾千蚊咁罰。咁最後講少金融方面啦，就頭先講過啦，迪拉姆對香港幣就係大概1對2度啦，咁樣會簡單啲計啦，係啦，即係1個迪拉姆對到接近2蚊港紙咁啦。咁嗰個外匯管制方面咧，佢哋都同香港一樣咧，都係冇乜外匯管制㗎啦，係啦，自由進出㗎啦資金。咁啊，最後啦就講下有啲咩風險，一啲不可觸碰嘅紅線咧，例如其實佢哋每個國家都一樣㗎啦，即係最緊要就係唔好有啲非法勞工啦，係啦，呢啲就係不可觸碰紅線啦，譬如。有啲行業咁佢一定要保護翻佢當地嘅人嘅，咁亦都有一啲叫數據安全嘅法例啦。阿聯酋有個數據保護法啦，即係希望你將翻啲當地嗰啲人嗰啲資料咧就儲存翻喺當地。咁即係請人方面咧就最 official 嘅語言咧，佢始終都係阿拉伯語嘅嚇。當然佢好多嘢嘅時候，好多文件上啊，佢都支持英文，但成本上咧就即係其實杜拜嘅人工唔係平嘅，杜拜人工唔係平嘅。咁亦都好多外籍嗰啲人係為咗工資高先過去噶嘛，係。咁知識產權方面，譬如你商標啊嗰啲註冊咧，咁杜拜係屬於有個頭先講過有個因為佢哋有個海灣國家嘅一個簽署咗一啲嘅合作嘅框架啊。咁所以譬如相信咧就係一個商標可能註冊喺佢哋海灣國家嗰度咧，咁可以簡單啲去複製到去其他嘅國家咯。咁最後啦，就成個籌備。到註冊公司正式可以營運間公司咧，通常預翻1個半月至到不等啦，係咯，即係起碼1個半月至3個月啦，咁就可以正常運作啦，有晒銀行戶口啊，公司註冊登記晒嗰啲稅務啊、嗰啲成啊咁樣嘅時間表啦。